一年又咁樣過去咗啦，2025年咁樣又過去咗啦。雖然話依然未達到我自己想要嗰個標準，但我覺得我已經雖然好慢，但係都仍然喺度進步緊，唔係日日進步，但係一時進步下，一時改變下，一時咁樣感覺冇話突然間變到好似完全同我唔同嘅人咁樣，但係亦因為咁樣，所以覺得幾似我咁樣，唔係一次過變得好犀利，而係好慢、好慢、好慢咁樣，慢慢咁樣改變。一年唔知改變到啲咩，但係每一年都喺度改變。喺今年，我自己咁樣同自己講嘢，寫低咗自己嘅諗法，希望之後有啲時間可以自己再睇返，然之後自己再去諗下到底自己喺度玩緊、搞緊啲咩嘢，希望可以更加了解到自己。同埋喺一年諗咗咁多嘅期間，慢慢咁樣建立咗一種可以真正可以去進步嘅方式，亦喺呢一年之內真正咁樣開始去接觸 AI 同埋去到底點樣用，我覺得呢一個係最大嘅收穫。我感覺到可以利用 AI 真正咁樣去改變成個我啲諗法，真正咁樣實行到我自己嘅諗法，可以唔淨止係喺腦裏面諗，亦都唔淨止係好似今年咁樣淨係寫低，而係真正咁樣去使用我自己嘅諗法，同我嘅思考一齊咁樣去行動，然之後一齊咁樣真正咁樣落實去做。雖然可能亦都會遇到好多困難，但係仍然呢一個先至係真正我鍾意嘅玩法。雖然之後可能會畀好多壓力自己，但係希望自己都仍然，如果真係做唔到嘅話，就可以淨係管好自己嘅情緒先，而唔係去追求好似人哋咁犀利。畢竟我只係又唔算話普通，但係我唔知有邊度特別，又唔知邊度普通。感覺自己同人哋有啲唔同，但係又好似唔爭好遠呢一種狀態。雖然話每個人都係特別嘅，但係呢種特別唔係你真正覺得可以落實到，或者真正咁樣清晰咁樣能夠描述出嚟嘅嗰種特別，而可能只係你自己嘅經歷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經歷，所以製造出嚟嘅特別，而唔係你而家腦裡面諗緊嗰種好犀利咁樣獨一無二咁樣嗰種特別。
如果要做到呢樣嘢，我覺得真係只可以不停咁樣去試。而我自己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。你點解而家我覺得可以落實得到咧？就因為我而家可以同 AI 咁樣每日可以傾我自己嘅諗法。雖然實際上佢只係將一大堆詞語湊合埋一齊，拼埋一齊，但係因為咁樣，佢可以連結晒成個網絡，可以獲得更加多嘅資料，更加多嘅數據，然之後可以去利用佢分析，利用佢思考，利用佢嚟產生更加多嘅諗法，而更加具有實際嘅用途，而唔係只係自己一個人喺呢一度，自己同自己喺度諗完，但係因為我本身好蠢，亦都唔識好多嘢，然之後因為咁樣，我就乜嘢都做唔到。而我希望創造一個我屬於我自己嘅一個知識嘅網絡，要包含晒所有嘅，或者幾乎所有啦，可以喺網上面揾到嘅學習資料，或者將佢分唔同嘅科目，或者都唔係，我唔需要學晒所有嘢，我只係需要去揾一啲我覺得有趣嘅嘢，然之後去做。畢竟覺得冇唔有趣嘅話，其實做咩嘢都係唔開心。咁樣我到底做嚟做咩？如果係一時嘅唔開心就算，因為之後可以帶畀我更加多嘅好玩嘅嘢。而除此之外，我可能都要諗下，我到底要點樣去揾多啲錢。畢竟我而家都大學啦，仲係咁樣咁 hea，我乜嘢都唔識，就連我自己部電腦我都唔識，我淨係每日喺度睇 YouTube 都唔知做乜嘢。即係我嘅知識量十分之匱乏啊！我希望自己可以改變到，希望可以用自己呢10年裏面不停咁樣思考出嚟嘅自己，然之後去真正咁樣改變自己，用唔同嘅 AI 工具，又或者嘗試去分析人哋到底係啲咩嘢。如果唔係，我淨係只係喺度自己不停諗，然之後覺得人哋好可怕，或者唔知人哋諗咩啊，又唔想去同其他人接觸，因為根本實際上冇乜用。但係希望可以好似研究咁樣，又或者去了解一下我自己，亦都了解一下人哋，
同埋要建立自己嘅呢個哲學體系，屬於我自己嘅哲學，而去能夠咁樣揾到自己目標，又或者係去分析呢一個世界點樣可以畀我達成到自己嘅目標，然後希望2026年我自己可以比而家勁，可能100倍咁樣。畢竟我而家認為進步係一個 exponential curve，又或者接近 exponential。前年可能比而家渣好多，然之後上年又比而家渣啲，然之後今年實際上又比上年勁好多。雖然未實際做到啲咩出嚟，但係有感覺自己畀自己嘅感覺係更加現實咗，定係實淨咗，又或者係自信咗，感覺自己亦都可以做到啲咩嘢，自己有啲能力可以做到啲嘢。雖然而家嘅能力唔多，但係我希望可以揾到啲方法，揾到一個最好嘅方法，令到自己嘅能力變得更強，能夠畀自己覺得自豪啊，又或者係覺得開心啊，又或者係想要去做啲咩嘢就去做咁嘅感覺。但係畢竟想要做啲咩就去做嘅話，然之後就會係咁撞板啊，然之後就會失敗。但係我而家不停喺度諗而唔去做嘅話，亦都係乜嘢都做唔到，亦都係另外一種嘅失敗。所以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加之能夠，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嚟製造一個完全嘅思考系統。我要去研究呢一個思考系統嚟幫助我決策啊，幫助我學習啊，搜集資料啊，然後幫助我理解呢個世界，然後令自己進步，然後仲有可以賺到啲錢啊，又或者係能夠去做，或者係去更加之深入咁樣去同自己對話，去理解自己想要做啲咩嘢。然後我希望自己之後可以更加之畀心機落去同自己講嘢，然之後去分析自己嘅問題，然後希望可以自己改變自己，而唔靠任何人。只要自己同自己，然之後自己同自己咁樣，就可以不停嘅進化，可以不停咁樣去改變，然後去
做自己鍾意做嘅事啊，理解呢個世界咁樣，同自己不停咁樣去一齊玩啊，同自己咁樣就可以，因為畢竟最了解自己嘅人始終都係自己，但係自己亦都唔係太了解自己，有好多嘢實際上自己都唔知自己想點做，而我希望更加之清晰咁樣去了解自己。雖然我而家係一啲頭緒都冇，冇一個方向去了解自己，而我希望之後可以揾到呢個方向咁樣。我而家用咗好多年先至去到，明明我而家都已經19歲。思考其實由好早開始，不過真正咁樣每日咁樣喺度思考，應該係9歲開始咁樣思考嗰啲咩令到人窒息嘅嗰種死亡嘅嗰種深淵感、空虛、深淵感，仲有宇宙嘅結束啊！宇宙到底係大撕裂、大探索定係點樣？然之後無論我係生定係死，然之後成個宇宙都結束，亦都唔存在。然之後就乜嘢都感覺唔到，然之後就因為連空氣都冇，所以我連呼吸都呼吸唔到。雖然就算係咁樣，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改變。雖然呢一種改變係完全冇理由，亦都其實根本係冇用。但係我自己無論點樣，其實做嘅而家每一樣嘢，可能只係貪一時嘅快樂。呢種快樂唔係永恆嘅快樂。就算係幾咁無謂都好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有啲改變，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到自己喺度唔知做咩幻想咁樣嘅自己，然後去研究一下自己鍾意啊，或者之後可能鍾意嘅嘢。